采访报道。特别过年咯，每节人拢开始在摒扫，环境部是提醒民众一寡高压罐的垃圾，都爱回收哦，避免爆炸。清洁队过年前后，也拢会加班来收垃圾。环境部嘛爱民众哦，都唔通包红包给清洁队员。一大堆无人要爱的大顶碰床，互人再甲焚化炉破碎。逐当过年，民众大摒扫，各地清洁人员上无闲，爱收大型家具，搁爱加班收垃圾。环境部提醒民众，过年期间常在发生民众体贴清洁人员，感觉因真辛苦，就拆红包互因。环境部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。每一年都有回报，这个民众要递给那个清洁队，那清洁队员原则上都会拒收，这已经宣导很久。那有一些民众非常热情，可能车开走了，他还丢上去。为着要保持环境品质，环境部嘛建议民众统一甲过年要烧的金纸用塑胶袋包起来。各地环保局拢有专门载金纸的车，甲民众要烧予祖先提供的金纸包登去焚化炉，专炉专烧。我们集中烧到底是有很多量还没有收集到，还是说这个民众他的焚烧量已经减少？这个我们还是要比较看长期的趋势来看。不过以目前看起来，确实整体焚烧纸钱的这个量有缓慢的在下降当中。也若过年收垃圾的时间，环境部表示，原则上各地拢是对伫9暝下晡开始到初3暂停收垃圾。不过准确的时间嘛是要请民众到各地环保局网站去查，嘛提醒民众一定要照实做好垃圾的分类，避免造成清洁员的负担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来看云林县的环保局，甲一寡废料变做是